家好，我係5C班陳海翹。喺2025年4月，我參加咗一個學校4日3夜嘅四川交流團，去咗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，見識過四川科技館嘅航天科技，莊嚴嘅母猴子博物館，欣賞川劇變臉，同一間雙水小學嘅當地學生交流，最後仲去埋鹽業歷史同恐龍博物館。今次參與四川交流團係充滿驚喜同埋啟發，可以深入去了解當地嘅文化同埋歷史。呢次交流唔淨止係一個學校旅行，而係上咗一堂生動嘅學習課程。參觀大熊貓係我最開心嘅環節，我哋可以近距離咁觀察到國寶大熊貓嘅生活狀態，了解佢哋嘅保育過程同埋生態習性。透過導賞員嘅講解，我哋深刻體會到保護易危動物嘅重要性，同埋學習到點樣以實際行動去支持保育。呢份知識唔單止豐富咗我哋嘅見聞，更激發咗我哋對自然環境嘅關注。老師曾經講過，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。喺川劇表演入邊，每一位表演者都敬業熬業。我哋除咗欣賞佢哋精湛嘅舞台演出，同時唔好忘記佢哋背後付出嘅汗水。成個旅程美中不足嘅地方就係第一晚住嘅酒店部冷氣壞咗。好彩第2日老師同埋旅行社方面妥善解決，令到餘下嘅旅程可以玩得更加舒適。其他景點我就唔夠時間喺度同大家分享啦，希望大家自己有時間都去體驗下，一定會帶俾大家書本學唔到嘅知識。多謝大家睇晒我嘅分享，拜拜。